罗西亚车执大规模空袭乌克兰，这无人机也飞到波兰领空，就要去轰击落来。这波兰总理图斯克就表示讲，已经启动32个北约成员国的紧急协商。也那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，愈来愈侪证据显示，这件事件不是意外，认为这罗西亚已经锁定波兰了。 我近乌克兰甲白罗西亚的波兰东部边境村庄，注定破一大坑。车到暗时到车10透早，陆军出动415台无人机加40粒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，其中19台无人机分批飞过边境进入波兰领空。当局卖关包括华沙消防机场在内的4个机场。当时波兰军方伫北约空防部队的支援，加4台无人机拍落来。这是陆俄战争后头一届有北约成员国直接开枪。虽然罗西亚国防部解说无意思攻击波兰，俄国盟友白罗西亚嘛出来斗讲这是信号干扰出现的无人机迷航。不过华沙当局无相信，北约甲欧盟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侵略行为。 która stawia nas wszystkich bliżej otwartego konfliktu, bliżej niż kiedykolwiek po II wojnie światowej. And just today we have seen a reckless and unprecedented violation of Poland and Europe's airspace by more than 10 Russian Shahid drones. Europe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Poland. 进程一直要促成陆俄谈判的美国总统川普，伊的大部分内容无表态，嘛无谴责。伊嘛甲车衫则拄访问别疆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通电话，表达关心。这场大规模的挑战惊动欧洲，波兰嘛召开紧急内阁会议，引用北约的宪章第4条，建设启动成员中间的紧急磋商。Stop violating Allied airspace and know that we stand ready. That we are vigilant and that we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territory. 北约第4条是为了共同防御的启动确定一个规则，透过成员国中间的协商，会当评估威胁，决定集体安全的一步行动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 X 顶悬警告，波兰是故意予人锁定的，一点嘛都无暗砍得伊的罗西亚，当地做的就是试探北约的底线。 Тільки спільні європейські сили можуть дати захист. Ми готові. 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专家表示，北约启动第5条的可能性真低。不过，早伫几礼拜前就开始的无人机越界行动，会当讲是俄国的挑战。即摆关键就是美国的反应，尤其美国伫对罗西亚的刺激制裁，也是有扩展到欧洲甚至更较宽的空间。不过，若是美国拢无好好支持盟友，安尼嘛会伤害川普政府的可信度。公司新闻，安如梅编译。